这个可不是在做果菜汁哦，而是手工皂。花莲县礁湾社区营造协会从3月到4月举行2个月的民俗植物手工皂课程，吸引当地许多妇女们参与学习，利用部落传统野菜始茱萸、无患子、龙葵当作手工皂的原料之一。过程中除了进行手工皂的制作外，也学习生态环境中的有害植物，让部落居民从中学习。我们的课程里面就从一开始安排，让他们认识自己的原住民部落的文化，还有部落里面的一些民俗植物。那然后再教导他们怎么样制作手工皂，那再把原住民部落里面的这些特殊的植物，因为这个植物跟民生生活是很有关系，然后把它加入到手工皂里面。甚至进一步还可以讲到说，这样的一个民俗植物还可以运用到其他什么地方有的是可以吃，有的可能是可以药用有的可以做手工皂，有的可能可以做衣服或做什么，可以把这些部落的元素加进来。我们会安排一系列课程，结合环保，结合原住民部落的文化，结合他们的民俗植物，然后在手工皂里面呈现出来。学员当中大部分为家庭妇女，在课程当中也发现手工皂对人体的益处，也很惊讶当野菜的植物居然可以作为肥皂使用。我们非常的开心。要杯吗？我很高兴跟妈妈6日来这边做肥皂，然后我觉得来这边做肥皂很好玩。下次的时候我还想要再来。主要我用手工皂也是用了很多年，我觉得手工皂第一个最好就是我们皮肤比较过敏的用到手工皂，我觉得皮肤就从那时候我就不再过敏，我也很想学，自己学以后我们自己家人都可以使用它。课程已接近尾声，协会研发出3种极具特色的民俗植物手工皂。不管你是敏感性肤质还是干性皮肤，主要我用手工皂也是用了很多年，我觉得手工皂第一个最好就是植物手工皂，皮肤比较过敏的用到手工皂，我觉得皮肤健康。从那时候我就不再过敏，我也很想学，自己学以后。